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6章，围攻耶利哥城。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关条条，无人出入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你看，我已经将耶利哥甲伊的王、伊强猛的勇士，拢交伫你的手。恁所有的战士，着射这个城一日一遍，射6日。这个祭司着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约柜的头前，到第7日，恁着射城7遍。祭司嘛着分扫角，恁一个听到扫角拖长的声，所有的人着大声喊，城墙就会倒甲平平。逐个人拢着继续进前冲入城。恁的囝约书亚调集祭司，对因讲：恁着跟约柜。这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。伊搁甲人民讲：恁着进前去射城，带军旗的着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。约书亚对人民讲说：这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上主的面前分扫角。上主的约柜对伫因的后面，带军旗的先锋队行伫分扫角的祭司头前，后队缀约柜行，祭司哪行哪分扫角。约书亚命令人民讲：恁毋通发，毋通互人听到恁的声，恁毋通发，连一句都毋通发出喙。听候我吩咐恁发的时，恁才通发。安尼，约书亚互上主的约柜射城射一轮，然后因倒来营地休眠。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祭司搁跟上主的约柜，举羊角的扫角的7个祭司，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分扫角，带军旗的先锋队行伫祭司的头前，后队缀伫上主约柜的后面。祭司哪行哪分扫角。第2日，因嘛射城射一轮，然后倒来营地，6日拢安尼做。第7日天曝光的时，因就起来，照同款的方式射城。毋过即日射城射7轮，到第7遍祭司分扫角的时，约书亚对人民讲：着大声喊，因为上主已经将即个城交互恁啦。即个城甲城内所有的，拢着完全毁灭，献互上主。只有枪击拉合以及所有踮伫伊厝内的人，着留因的性命，因为伊有创咱歹去的侦探。恁着谨慎，毋通摕应该毁灭的物，则免恁受咒诅。恁若摕应该毁灭的物，以色列全营就会成做应该毁灭的，惹起灾祸。毋过金银以及铜甲铁的器具，拢着分别做成归互上主，收入上主的府库。人民就大声喊，祭司分扫角，人民听到扫角的声，就搁较大声喊。城墙就倒甲平。人民就冲入去夺取迄个城。人民将城内所有的，无论男妇老幼、牛、羊、甲驴，全部用刀甲因消灭。约书亚甲迄2个探查迄个地的人讲：恁入去迄个娼妓的厝，叫恁对伊咒抓下，带迄2个妇人人甲所有属伊的人出来。迄2个做侦探的少年人就入去，带拉合甲伊的老爸老母、兄弟姊妹以及所有属伊的人出来。因甲拉合的亲情拢带出来，带伫以色列的营外。以色列人就用火烧迄个城甲内面所有的，毋过金银以及铜甲铁的器具，拢收入伫上主厝内的府库。约书亚保全枪击拉合伊的老爸的家属，甲所有属伊的人的性命，因就带伫以色列人中间到今仔日。因为拉合有创约书亚派来探查耶利哥的侦探。迄时，约书亚咒抓警告讲：若人重建耶利哥城，会受上主咒诅；下地基的时，会死大囝；安城门的时，会死煞尾囝。上主甲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。